第五场也是上路尾一场的公投意见发表会，今仔日伫咧公共电视台举办，重新启动核四这案，正方代表黄素修，又有反方的代表台北市议员区伟杰，今日是针对断层、厂区设计安全、掺核废料这个议题来发表看法。 上尾一摆的公投意见发表会11下早举行，其中中客核四公投这案，正方代表是公投提案人黄素修，反方是台北市议员区伟杰。发表会一开始，黄素修就反驳反核方对断层、设计安全、中客规划等等的质疑，讲这个质疑拢是无证据。请反核方看一下环评法施行细则第37条，其实可以专案免环评，顶多只要提环差就好了。那共寮这7年封存以来，没有发生天崩地裂的变动。如果2号机的建造下不来，那一定是审查委员被反核集团给收买。黄素修强调，核四有安全无，敢有必然只要公投通过，就要使来共同检视。区委结讲，若要调查核四，即马就要使做，无需要等公投结果。伊嘛针对中客核四需要的环境评估问题进行说明。 当年的环评呢是在1991年做的，台湾的环评法都还没有通过，所以核四的环评其实并没有经过台湾的环保署的审核，而是经由非环境专业的这个原能会来试办环评。当时不但没有公民参与，而且审查过程也是不断的放水。区委嘅表示，当时环保署甲监察院拢有提出质疑甲纠正，即马伫相关安全措施完成确认进程，中客核四嘛无法度专案处理。黄素修回应，核四的环评是伫1991年做的，核四的建造并无因为落尾的环评法通过来失效。记者郭永流随台北报道。